大家好，又係我 Sam，歡迎收睇防助手嘅頻道啊！呢條影片呢，就嚟分享揭密回贈大套路、揭密反佣嘅問題。咁而家其實好多朋友呢，嚟到咗中山同埋珠海去買房呢，都基本上會同經紀人傾好房價有咩優惠啦，然後除咗房價以外，仲有啲咩優惠，係咪？咁其實市場呢，就已經係非常之通透㗎啦。不過呢，阿 Sam 見到呢，有個別網友步出黑幕，就買樓傾好嘅優惠同埋回贈，全部都攞唔到，仲俾人呃埋個裝修錢。咁阿 Sam 今期嘅視頻呢，就嚟同大家講一下買樓回贈需要注意咩細節，同埋後期黑中介嘅套路。聽完呢條影片，幫你慳10萬8萬，覺得對你有幫助嘅，唔記得幫阿 Sam 點個 like， 同埋俾翻個訂閱阿 Sam 啊！廢話唔多講，我哋進入主題。第一，買房承諾回贈俾你5萬、10萬、8萬，幾多錢都好，無論承諾任何事情都冇用嘅。口頭承諾就好，比如有朋友問你借錢，講好聽日還俾你，結果拖咗幾年都冇還俾你，甚至到最後仲要拉黑埋你，乜都仲係你嘅錯。嗱，各位街坊朋友，一定要注意以下幾點，唔好話阿 Sam 日日鳩噏啲廢話，冇教精你啊！細侄醒目啲啊！咁第一就係呢個反佣協議啦。反佣協議嘅內容需要寫明啲咩？需要注意啲咩呢？要寫明呢個購房嘅地址、回贈嘅佣金、經紀公司嘅全稱，以及經紀人嘅姓名、身份證，同時仲要呢間公司冚上公章，保障協議嘅合法合規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就使多幾百蚊去公證處度做多一份公證，確保萬無一失嚇。二呢，就網上面查清楚呢間公司是否正常營業，睇清楚個辦公地點係咪真實嘅，同時仲要睇清楚呢個註冊資金有冇超過100萬，因為註冊資金代表呢間公司嘅承擔能力，一旦出事，隨時都仲可以起訴查封呢間公司旗下嘅所有資產。第三呢，就協議嘅內容呢，需要明白咁寫明白幾時俾，例如網簽後1個禮拜定係2個禮拜，一定要有一個時間喎。到咗時間，無論佢點解釋都好，佢就係諗住拖你，反正冇俾你就立刻去揾律師去起訴。同時內容要寫明白，違約一方要承擔所有嘅訴訟費用。咁另外一個環節啦，有網友買樓仲俾人呃埋裝修，呢個係而家啲黑中介一環接一環嘅套路，想捆綁住你。買樓承諾回贈5萬蚊，到最後時間到咗，竟然話你既然要裝修，咁呢筆錢我就幫你俾裝修公司作為一個訂金啦。咁剩翻啲尾數呢，咁就要你自己俾啦。咁聽到呢度啦，個黑中介呢，真係賺埋你裝修嘅錢，就賺埋你買樓嘅錢，等於零回贈。裝修費用20幾30萬，連回贈都要幫你俾埋裝修公司。講句唔好聽啦，其實個裝修公司可能就係佢有份嘅。嗱，各位朋友仔，一定要記得一碼歸一碼，就係因為而家好多港人覺得內地嘅嘢佢唔熟悉啊，所以就諗住慳翻啲時間，慳翻啲成本，咁樣就容易造成引狼入室。同時呢，內地嘅裝修呢係非常之平嘅，一套精裝房只需要花費900蚊至1500蚊每平方嘅價錢，你就可以裝出嚟㗎啦。對比翻發展商嘅裝修，其實發展商可能佢600、700蚊嘅裝修，咁但係你喺裝修公司可能900蚊就可以搞掂。同時呢，都會比發展商嘅裝修材料各方面呢都會好太多。嗰啲成30萬嘅裝修公司，除非你嘅用料全部都係自己要求嘅，否則千祈唔好相信30萬嘅裝修，起碼賺咗你70%。至於回贈呢，其實無非就係反佣，將自己公司嘅利潤讓利俾翻客人。咁阿 Sam 而家嘅團隊呢，而家就做緊呢個模式。中山、珠海所有嘅新房，只要網簽成交當日就立即返現俾客戶，轉帳又得，現金又得。但係前提呢，係客人要保證自己冇去過售樓部，唔係嘅話，發展商就有權話客戶屬於保護期內，屬於自然來訪嘅客戶，咁就唔會計算佣金俾到我哋啲經紀公司嘅。所以我哋
係為咗幫客人用最低嘅價錢去入手佢心儀嘅單位。我哋公司願意提供一個平台俾到各位同埋我啊，咁其實就係雙贏啊嘛。而家滿天都係經紀人反佣回贈，咁其實有冇真真正正收到呢個回贈呢？咁呢個呢，阿 Sam 都帶有啲疑問嘅。咁相信好多朋友呢，同客戶呢，可能都會俾人呃過，網簽之後呢，俾人拉黑咗，所以阿 Sam 不斷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啦，今期嘅影片呢，就好啦，今期嘅影片呢，就分享到呢度啦。歡迎訂閱阿 Sam 嘅頻道。我係一個9年嘅地產老狗，熟透咗中山同珠海嘅所有購房政策。如果咁啱你有需求，我又專業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